水秀，真係瘦。優秀。不過真係好頸渴啊，都係飲翻啖水先。哇！你做乜嘢啊？你咪傻噶？你想飲海水啊？海水邊度飲得㗎？你冷靜啲先，我都冇話而家飲。咁幾時飲啊？海水擺耐啲就飲得㗎啦咩？我意思係等海水發電廠起好咗之後，啲海水過濾咗，咪飲得咯。哦。海水化淡，顧名思義，即係將海水淨化成為淡水。原理係將存在於海水中嘅鹽分同埋雜質去除。而常見嘅海水化淡技術有兩種，分別係熱能海水化淡同埋液滲透海水化淡。而我哋海水化淡廠選用咗最新嘅液滲透海水化淡技術。咁首先咩嘢叫做滲透呢？液體滲透模式喺自然定律下，濃度較低嘅液體會穿過薄膜去到濃度較高嘅一邊，直到兩邊嘅濃度達至平衡為止。而液滲透嘅原理就係喺濃度較高嘅一邊施加大於滲透壓力，水嘅流向就會被逆轉啦。而我哋利用嘅海水化淡技術嘅原理係採用大概60個地球大氣壓力嘅高壓，令海水穿過1000塊1毫米厚嘅液滲透薄膜，而鹽分同其他雜質就會被薄膜阻隔住。就係因為有咁多塊薄膜，先可以將99.5% 以上嘅鹽分同埋其他雜質隔住，再將佢哋排翻落大海，剩翻低就係我哋可以用嘅淡水啦。近年嚟，液滲透技術發展越嚟越成熟，海水化淡嘅成本逐漸下降，所以好多國家都採用呢種技術㗎。你係咪頸渴啊？俾你飲啦。你誤會啦，我只係想睇清楚啲海水咋。有咩好睇啊？睇下佢點樣變成淡水咯。將軍澳海水化淡廠嘅核心就係呢棟液滲透淨化大樓，入面將會擺放一共2336條，直徑30厘米、長800厘米嘅液滲透管。我哋會喺對出嘅大廟灣海底抽取海水，喺進水口設置隔篩做初步篩選，將體積較大嘅固體物隔除，防止海洋生物進入設施，再傳送到容器浮選過濾池。水池中加入化學物，令水入面嘅懸浮粒子積聚成為較大塊嘅固體。水池裡面嘅大小氣泡會依附住呢一啲固體，將佢哋浮到水面，然後被刮走。澄清後嘅海水會再經過沙石過濾層，去除更細小嘅懸浮物，為進行液滲透淨化前做好準備。跟住就輸送到呢棟液滲透淨化大樓，海水穿過呢一系列嘅液滲透管，就會成為淨化咗嘅水。呢啲水會再輸送去到下一棟後期處理大樓，進行消毒、調整水質硬度同埋酸鹼度，最終生產出嚟嘅食水就會符合香港食水標準㗎啦。而液滲透阻隔出嚟嘅濃鹽水就會再次經喉管排返出去海中心。排出嚟嘅濃鹽水會被海流稀釋，唔會對附近嘅海洋生物造成任何影響。